目前伫台湾的外籍移工差不多有70万人左右，大部分若是去拄到劳动环境较歹等等的问题，都一定要有头家违法的证据，才会当来换头家。劳工团体今仔日为因举办游行，争取会当自由换头家，改善劳动环境的诉求。 以这个语言画口号提报条国牙旗啊！16日天，台湾移工联盟招侪人权团体游行，最定位台北车头出发，经过民政党部上尾到劳动部，发出外籍移工要自由转换雇主的诉求。整个制度会把移工用制度困在一个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，然后他们没有像台湾人一样有自由选择雇主的机会，所以他们只能够 去证明雇主违法或被虐待，他要够可怜，我们台湾才会给他这个权益。我认为台湾的不得自由转换这个条件，其实是正是奴隶化外籍劳工最大的证明。但是嘛有团体烦恼，开放自由转换雇主，劳动环境较歹的重症病患家庭看护工课会无人要做，造成长照体系的人力破口。一旦如其所愿可预期的，台湾的劳动力秩序将会大乱。不应该让重症家庭只仰赖一个外籍劳工的照顾，因为第一， 人不是机器，不可能负担一个那么高强度的照顾，而我们也知道重症家庭他们不可能负担得起2个人以上的照顾的这样的成本，所以我们第一认为政府的资源应该要进入，他们没办法负担的时候，应该要长照资源要进去，但是目前为止长照制度是把聘用外籍劳工雇主 排除的。去年8月底开始，劳动部限制符合转换条件的移工，若要转换雇主，爱以同款行业的优先。台湾劳工协会表示，建议会使先为解除这个限制开始，豆豆开放到自由转换雇主，这会使强迫雇主改善劳动条件，减少剥削劳工的情形，让规个环境进步。记者郭宝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